教大家兩個超級簡單嘅手機攝影小技巧，燈光角度一步搞掂，新手都好容易上手嘅，超級簡單。第一個呢，你準備一件黑色嘅衫或者黑色嘅布，任何一件黑色嘅嘢都得嘅。咁你再準備埋你想拍乜嘢，揾翻我哋手機自帶嘅影相機，用手指點兩下，將呢度個小太陽拉落嚟個光線，主要咧就靠個光線嘅影一影相啊，係咪超級簡單啊？用部手機就能夠影到好專業嘅相片，仲可以幫你屋企搵個放心嘅工人姐姐。我哋影相嘅拍片咧，最重要咧都係揸住個電話咧夠穩夠準。咁拍片同揀工人係一樣嘅，最重要都係穩準同埋放心。我哋新一代僱傭中心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嘅主管飛到當地嘅學校，再講多次，親自面對面揀選工人姐姐嘅現場面試，現場揀啲態度好嘅、性格好嘅，先至俾佢過嚟香港。你跟住嚟睇埋我拍第二張，都係超級更加簡單、更加靚嘅。你睇住咯，點樣拍咯？跟住第二張呢，我可以準備塊鏡，但我呢度呢就冇塊鏡嘅，咁我就揾個電話當塊鏡嚟用，將朵花擺喺呢個角位。我哋再都係用翻手機自帶影相機，跟住倒轉放，咁樣倒轉放，咁樣形成咗好似天空之鏡咁啊嘛，倒影。我哋再對一對焦，跟住影相，影出嚟嘅效果真係好似天空之鏡咁噶。今日呢兩個影相嘅方法係咪超級簡單啊？你要學識未呢？想學手機拍片剪片，又想揾翻個放心嘅工人姐姐，關注我可以滿足你兩個願望。